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武汉肺炎的疫情呢，对这个观光旅游啦、饭店餐饮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呢，有些这个餐饮业者或者是饭店业者呢，因为受不了这一波的冲击呢，那有些就已经关门倒闭了。甚至在我们台南在6月底的时候，也有5星级的饭店就因此而熄灯那结束营业了。不过呢，也有一些饭店业者呢，却是能够在这波疫情当中呢，打破这个困境而且他们可以把这个危机呢化为转机，让生意更加的好，然后来迎接下一波呢疫情过后的新商机。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远东这个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这个经营团队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现在为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我们欢迎的是总经理周丽华周总经理，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行政主厨黄应仁，黄主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接下来这位是醉月楼的主厨许忠贤，许主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最后这一位呢是西点主厨许玉兴，许主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欢迎4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当然就是要请教我们的这个最厉害这个周总经理，他其实是我们国内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位，这是国际连锁的大饭店里面第一位是女性的专业经理人呢。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曾经访问过他，他算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那今天再次呢带领他们非常坚强的团队到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好，那针对这一波的这个疫情我相信就是真的非常多的各行各业其实都受到影响。是。好，那我相信就是说香格里拉呢，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那其实你们是这个世界级的啦，这么多的连锁，这么多间，然后这个饭店数非常的多，100多间，对不对？那个客房数也4万多间，非常多，对，非常的多。那其实这一波的疫情对这个饭店业者造成的冲击，那怎么去因应呢？因为像现在你们还是经营的相当的好嘛，对不对？我们尽力在经营哈。那其实这个疫情发展以来，其实对各行各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对，除了这个观光业以外呢，其实很多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企业都有受到这个影响。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很多航空业受到打击也非常大，对，所以连带的其实各行各业受到影响真的是比较大。对，没错。在这个时间里呢，其实我们企业呢就是要肩负起这个保障员工安心这个就业的这个企业责任。那所以说其实就是要推出很多新的营销的这个策略，来刺激买气。因为再怎么日子难过，总是要吃饭吧？对呀，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饭店呢推出了很多新的产品，就是说除了我们中西式的这个外带产品以外，我们也推出便当，然后这个家庭的套餐啊，跟一些经济的合餐啊。是。那我们也其实也推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面包的这个销售啊。过去可能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品香坊在大厅卖蛋糕居多。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就把面包加入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事实上，我们说蛋糕的话，它当然是非常好吃，对不对？不过呢，可能大家听到比较多是下午茶，
比较多是说，比如说庆祝生日啦，或者是说晚餐过后啦，吃个甜点啦。但是可能相较于蛋糕来说呢，可能面包它的市场是大家会感觉上哈，它可能是一个平价的一个商品。对，然后平常也可以当饭吃。但事实上在这个疫情当中影响很厉害的时候呢，大家不想出门的时候，事实上就会买一些东西回家吃，对不对？所以这时候面包呢的销售呢，就是它最好的机会了。对，那今天我们的明星团队也来到这个现场，对，有我们行政总厨我们许师傅以及我们阿新师傅。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就花了很多心思研究要怎么做这些餐盒，对，要怎么做这些家庭合菜，那因为时间拉了一长，总是要换一点新产品，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是不停的在研发新的产品。对，是。那我们的阿新主厨呢，就是负责我们这一次这个面包系列的产品的一些研发跟创意，然后把这个原本大家觉得比较平价系列的这个面包呢，用铜板价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5星级的面包。对啊，那其实，在这一波来讲，对我们来说的话，面包这个系列呢，是一个以小兵立大功的这个姿态，就在市场上就打开知名度了。对，听说你们的面包哦，一个月一开始可以卖到100万哎，后面竟然还可以有200万的业绩，是哇，真的很不简单。可见你们这个面包这个部分真的非常受到欢迎哎。今年算是创新高，在我们这个面包这个系列。以前呢，这个品香坊呢，大家都知道哈，可能是卖蛋糕比较多。对。可是今年就发现说，我们的面包外带这个成长率呢，跟去年相比是成长了10几倍。哇，对，也就为什么说会来到说，竟然可以做到超过100万，还往150万去冲这个目标。对，那加上蛋糕全部都加起来，事实上呢，品香坊最高就来到200万。哇，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哦！所以在这波疫情当中，让你们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可以让民众啊带一些面包啊、餐点之类的回家去吃，也是一种新的商机，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这3位哦？这个非常厉害，每一个都是来头不小的，资历都是很棒的。是。好，那我们先请教这个行政主厨。我们的团队都经常一直在讨论，什么东西是做得顾客喜欢。对。那在这个困难的时间呢，最要紧要做的那些好而不贵，要有好吃的东西给顾客。是。就是每天呢，就跟团队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开发，要自己一直在要求自己的突破性，要怎样去来完成这些任务。是。因为呢，我们这班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但是呢，我们怎样去给我们的市民知道？有些时候有些顾客讲，哇，香格里拉是价位是会比较高，对呀。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创新的就是好而不贵又好吃的东西。那就是有了这一班团队呢，大家都很尽心尽力的，一直在去创新。对。没错。那行政主厨他本身是那个大家听他的口音哦，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对，他也是这个经历真的是很棒的啦哈。那他当然就是讲到说一个重点，要做出好又不贵的，一般民众都可以买得起，然后吃着又觉得说，哇，我吃到5星级饭店所做的这个西点呢，好棒哦。对，所以你们就是用这样的理念下去开发，对不对？对，是。从这个出发点就去了。要在鼓励员工呢，就一直在开发呢，就要跟员工一直在讲说，每个顾客在买我们的东西，在吃我们的东西呢，最要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口咬下去，就是那个笑容出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成功了。哇，对，没错。也就是说，员工呢，一直有些时候起先的时候，每个人一直在看那个顾客是有笑没笑，就说慢慢啊，然后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员工是怎样去来把东西做得好，要怎样去把这些传达出去，因为我们所谓的厨房大多数是所谓的幕后英雄，但是呢，在外面呢，顾客吃到好不好，有些时候顾客传达不了，他们只是从他们的脸上面传达的，让我们就很开心了。哇，对，所以做出来的东西看到顾客满足的笑容，就知道说，做得成不成功，好不好？对，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面包这个部分，我想这个西点主厨哦，就是获奖无数的这位许师傅呢，他其实也有贡献的蛮大的心力，那就是说这一波你们其实要把它又好
又不贵，那时候你们的发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就是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民众啊跟饭店会有点距离，就是在于可能觉得说进来饭店就是会价格很高，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其实我们价格是非常亲民，那我们也是想要说要跟民众就是让他们觉得说不要说买面包还要再进来饭店里面，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品香的车，是在那个品香房的我们饭店外面做贩售，就是跟民众拉近一点距离，相对的我们用的原物料是非常好的。对，那价格也是，其实一般来说也是非常一般民众消费得起。那面包的种类，我们就是也希望说民众会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做了50几种的面包。哦，对，然后每天大概做700-800个面包，在贩售。对。所以你们就是说不会因为说这个要卖给民众的价格会比较平价一点，然后你们的材料就乱用，还是选择很好的材料？对，我们原料还是要就是选择很好，因为很有坚持，我们其实很有坚持，就坚持一定的水准。我也不希望说民众吃了不好吃就不回来了。对，所以原料部分我还是会蛮坚持的。对，所以就要做出这个原料还是要很好的，然后哇，有50几种对不对？50几种面包。哇，那这样民众的选择就相当的多，哇，难怪可以创造这么棒的业绩耶。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也有推出这个餐盒的部分，就是中餐的部分嘛，便当。哇，便当的话。就是说，其实外面也有一些就是说餐厅啊，他们就是没有人要上门，然后他们也开始推出便当。哇，那5星级饭店的便当更是不得了哦。来，主厨，像我们的饭店，我们推出的便当就会结合在地的食材，去开发，就是帮助一些农民那就是把那菜，就是我们每个季节会用当季的在地的食材去开发一些餐盒，然后就是把价格也不会说很贵，可是会注重那品质，因为在地的食材，它品质也比较便宜，要可以帮助在地的农民，所以我们的香格里拉的信念就是我们要开发在地的食材。对，所以其实香格里拉这个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很多的这个餐饮的部分都是结合这个食材，所以其实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之前我在访问这个周丽华总经理的时候啊，他那时候讲到一点让我很感动，他说，他要去跟在地的小农。然后看我们台南有什么特产，一弄几包几卡饮，然后自己到现场去看去看有什么食材可以融入他们饭店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总经理你上任之后还是持续有在坚持的在做。有，去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刚从那个麻豆摘完文旦回来，开始在试做我们的一些沙拉。还有蛋糕。对。那在我们没有见面这当中呢，我们又去了哪里呢？事实上呢，我们就这个采完文旦之后，我们去了关田采菱角。然后有菱角料理在我们醉月楼，还有我们的咖啡厅。然后接着我们去了西港有胡麻。对，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对，我们也是去那边协助我们的农民一起去做采收。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胡麻是长得怎么样。我跟行政总署是一起去的，所以我们在帮忙把那个芝麻打出来，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连这个都做啊？对，非常有趣的，因为总是要融入，那你就能够了解说，其实为什么要这么珍惜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这样子。那西港胡麻之后，我们又去了善化，摘草莓。对，就草莓的那个时间就刚好就到了哈。是。那草莓过后呢，我们去了关庙，采凤梨。那这个我们也好几个师傅跟我们一起去。那当时呢，事实上市长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对。好，所以也许待会呢，我们师傅呢有机会也可以分享一下。那最近我们做的什么呢？就是无非大家知道现在是芒果季，没错。所以呢，我们最近去了玉井采芒果，然后回来呢，到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中餐厅啦、自助餐厅啦，跟我们的这个品香坊都有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宣传跟销售。对，那其实最主要为什么我们要介绍在地的农产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的最新鲜、最健康。那由我们的这个厨师团队来帮大家设计出每一个季节，它就是最应季的那个食材，然后才能够吃到最新鲜的美味，不过分烹调的那种方式去做处理，才能够吃出它最鲜美的那个味道。那同时呢，也大家到处走一走，对不对？跟我们的农家朋友这个交换心得，事实上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周总经理有这一点的坚持呢，真的跟在地非常接地气。对，是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有真的融入我们这个台南在地的一些特色跟食材。那其实呢，要把这些食材融入你们的菜色当中，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不是说每一样的菜这样水果什么的要放进去，真的有点困难呢。所以行政主厨当初你们要来把这些水果特产入菜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呢？在我们去访问那些农民的时候呢，我起先我就会先问那个农民说：“你们这些像凤梨，你们会拿来做菜吗？”然后他们有些就建议他，你可以做这样，做几道这个菜。然后我就带了这个理念回来，要以我的工作的经验，以我吃过这样多的东西呢，我就开始就在开发研究了。就是比方。我自己是马来西亚槟城人，对。然后我的祖籍那边呢，我们就很喜欢就是用娘惹菜。娘惹菜，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少去听到这个娘惹菜。有听过娘惹糕？对，娘惹糕，对。那这娘惹菜呢，尤其在槟城呢，因为是我们的地理的关系，因为槟城是靠近泰国，然后印度跟印尼，就是我们煮的菜呢，就有这3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就把这东西煮了，然后每次呢，第一个人帮我试的呢，就是我的总经理说：“你来试试看这个菜怎么样。”是。然后一试了过去，过了之后，然后总经理是认可的，我还没有停在那边，我就开始给我的团队吃了。你们能接受吗？因为假如是我们自己不能接受的话，这东西是拿不去给顾客的。对。因为我追求的是顾客吃完之后的笑容。有的吃的不好的话，他们就那笑容就不见了。然后每次就是在这个开发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放在餐台上面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本人自己的站在餐台上面，来试试看啊，这是关田啊，这是玉井的芒果鱼呀。那每个人都看到好吃吗？说相信我，你看我的身材，你知道好吃不好吃。然后那顾客呢就拿了一点点去吃了，要过后就跑来，师傅啊，我要个大的碗可以吗？就是他拿的更多，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说水果能煮到这个程度。那就是我们呢一直在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在追求这些突破，这是很重要。对，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们关庙采完凤梨之后回来之后，师傅也是投入的去研究那个菜，然后跟他的这个背景有点相关啊，就是马来西亚菜，所以他做了咖喱料理。那为什么要做咖喱料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做好这个菜之后呢，这个酱汁咖喱汁，我们可以把它冷冻起来。那如果家里的这个妈妈其实上班很辛苦，对不对？对。记不记得那时候还要去排口罩啊，就是很辛苦，对不对？每天呢就发现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帮我们的家庭主妇朋友，或是上班族的妈妈也好，去想什么方式能让他们更轻松。事实上拿出来先做微波，或是说你把它那个先用这个用炒饭炒热，其实铺上去白饭上面也是很好吃。那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嘛，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时间没有了，但是呢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可能又是排口罩啦，可能就要担心这些，又担心小孩子啦，对不对？那你可能发现你时间很缺乏。那你可能也不想说经常去买这些新鲜食材回来说自己煮，事实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想的就是说，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生意的契机，就是能够冷冻，然后能够拿出来翻热，然后再就是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很美味的一道菜，然后帮大家去省时间。对，哇，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除了说用这个在地食材很贴心以外，而且对于就是说你们要服务的这些客人啊，其实你们也是有用心在帮他们想，所以才可以做得这么棒。是，我相信所有这个在销售领域啊有这个涉猎的人可能都知道，其实顾客想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提供，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生意可以做得很长久。
好，那我们针对在地食材这一块啊，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这个中餐主厨哦，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这段日子以来，因为总经理可能都要求你们要来做这种那个跟在地结合的东西哦，可是对你们来讲，会不会就是说挑战很大？因为毕竟要把这些东西入菜，然后又要做出很创新的东西，是不简单的哦。呀，像如果有这个新的食材，我们都会每天不断去就是去做，不停地把它做不同的口味，然后大家去试，然后大家去试看看，就是针对这个食材的特性去看它比较适合做哪种口味。哦，还要看这个食材它的特性，有的它适合要去炖煮啊，有的适合炒啊，所以看它的食材是哪些食材，然后会做不同的做法。哦，所以其实你们都已经有很深厚的这个烹调的能力了，这个功力很强，只是说怎么样让它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对。开发出说哇，这个口感一定要很好，哇，所以就是说要不断的试，也是就是说你们成功的一个秘诀嘛。对啊，因为菜一定要常常去把它试，然后吃那口感是什么的，才会把菜会做得好。像你的菱角啊，就是要去炖啊，炖久，人家吃起来，或是有的是要用炒的啊，不能炒太熟啊，它吃起来就做炒太久，它吃起来就不好吃。有的你炖不够，它也不好吃。所以要不断去试验它这个菜的要怎么去做它。哦，所以先了解，比如说像菱角的特性，你得爱改煮久一点。对。然后就是说，哎，那它适合加什么样的调味料，你们再去发想。对。哇，那这样还要很多的创意，很多的练习耶。没错。尤其菱角其实它是比较没有口味的。对，就是那个。所以就是靠你要去说，哎，它应该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它才能够。体现出那个菱角的那个很天然的那个味道。对，哇，这个要用很多的心思。是啊。好，那在甜点的部分，我们就是说，知道说，其实水果就入甜点就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要做得好也不简单哦。对，那你得那么多奖，讲一下你的感想。讲一下你。其实呢，它在这个除了说甜点以外啊，面包啊这些，它也是跟我们行政总厨是一样的，会一直不停的说，客人感觉怎么样？所以当时我们卖面包卖的很多面包，每天出700-800颗面包的时候，他说是站在那边听，客人说些什么？这个好吃吗？或是对客人到底是拿什么产品拿得多？然后因为他隔天在估我什么产品明天要多做，什么产品明天要少做，对，所以他也是花很多时间研究的。对，原来他都有在听客人的心声。没错。所以刚才有提到说，其实观察客人，除了你自己做以外，你一定要观察客人。他喜欢什么？你的什么产品？那你的什么产品你还可以继续卖久一点？还是说这个产品呢？我们发现说推出之后它销售量不是很高，那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它换掉？好，这个就是各个大厨他除了自己在试做以外，他也不停的在重新在调配，说他的这个产品的种类应该是哪一些是以这个我们市场上比较接受度比较多的、比较高的产品。对。那这样子的话，在地食材方面，你觉得说，有哪些入菜很简单，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比方说芒果好了，我觉得就是像这次去玉景采那个芒果，我就有一个发现，就是在吃芒果的时候，我发现香气不一样。后来询问了一下，才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市面上市售的芒果，可能业者会为了要赶快贩售，会让它催熟，对，会催熟，很咬。可是其实它出来的香气是不一样的。是。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会跳脱，就是以往我在做芒果甜点的时候，我这次采收回来的芒果，我在做的时候会发现说，它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那至于甜点要怎么做，其实我比较习惯性的就是，例如说我现在在做草莓季了，我就已经开始在想我下一个芒果季我要怎么做。这样东西来的时候，其实我很快就可以做出来。我比较习惯性有先准备好了。对。那加上我本身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我也很常出国到处吃，所以基本上如果吃到好吃的东西，那种东西记忆就会非常的深。记忆在深的时候，其实我在研发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很容易就可以搭配出我想要的味道。是。对，主要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部分就是说，你多尝试，多去品尝一些各国的美食，然后自己先去把它预想说，怎么去做，先做好准备。所以其实对你就是说，要创造出这么多新的这个可以入菜的，哇，这么棒的甜点。其实如果有常去品相蛮知道，我们换菜单速度很快。很快。但是一换就是很大部分都换。
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必须要提早就已经先对想好。对，要不然突然总经理跟你们说要换的时候都对就来措不及手不及。对，不会不会，他们都不需要我催，他们都会自己换。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个常客也非常多，常客这一块我们其实经营的不错，对，所以每一次他们来总是希望可以看到不同的产品，跟着季节，因为我们一直在标榜着说，我们希望用最天然的这个产品来提供给所有的这个客户嘛，对吗？所以就要确定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推陈出新这一块，其实也做得很勤快。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说为什么这3位主厨可以这么成功啊，因为他们自己真的是不断的尝试，然后真的是有在听客人的心声。对，然后自己都是事先都是做好准备，然后不断的试，这样子累积出他们现在的成就。哇，真的是很佩服。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呢，我们配合这个就是政府也推出这个振兴3倍券了，是哇，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很多大家都要抢商机嘛。那我相信说，我们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什么好康的优惠要给我们的民众？有哦，其实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哈，如果用您今年的这个1000元的这个安心补助来入住我们饭店的话，使用在我们房费上面，对不对？我们就会赠送我们500元的餐饮抵用券。是。对，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振兴3倍券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用振兴3倍券来付我们的房费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柜台的时候收到我们500元的这个餐饮抵用券，就可以在这个刚好入住这个时间点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自助餐厅，我们上海厅醉月楼，还有我们的这个品香房。那我们这个餐饮抵用券的部分呢，主要是使用在这个我们的自助餐厅，那这就要带到说我们的早餐、跟我们的午餐、跟我们的晚餐了。哇！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我们的早餐，对不对？其实台南的美食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我们有非常多的小吃，很多人呢来台南呢，他第一个是想要些什么东西？第一个是追求文化，对，历史。再来就是好吃好玩，对。那在我们这个早餐的部分呢，就是其实囊括了一些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些小吃，比如说我们的小卷米粉，哇，对吧？对。那我们的这个肉圆，肉圆哈，然后呢接着还有我们的最有名的牛肉汤。牛肉汤对，现在好夯很多的这个顾客朋友呢，来到我们饭店，第一个就是指明要喝我们的牛肉汤。对，有时候说先帮我来个2碗，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振兴3倍券的推出，还有我们这个安心旅游补助的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台南，一方面呢也旅游，一方面也来尝试这些所有台南好吃的东西。那其实还没有讲完哦，还有这个盐水意面，对不对？对。还有我们这个杏仁油条，哇，对吧？其实现场还有很多是也是就是说现场烹煮的一些餐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煎蛋区。煎蛋，对不对？本地的东西，我们还有把咸粥也放进去。是。咸粥、小卷米粉。咸粥对不对？咸粥干糜啦，就是在我们台很多人要来吃这个的，就是最要紧是把本地的东西、台南在地的东西介绍给外地的客人来试一试。对，因为很多人你要来台南，那你说来住个2-3天，一次要吃到这么多小吃，一来是你要一间一间店去不方便，然后可能你一次也没办法吃那么多啊。但是一次来你们这边早餐就可以吃到那么多种，对不对？是啊。不过如果说觉得说一次没有办法吃这么多，可以住2晚对，那就吃2次早餐。对，然后每种都品尝一下，那你所有的台南小吃几乎重点的都吃到了。没错。哇，所以你们真的很贴心，帮大家这样想到了。应该的。对，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人是因为可以一次来吃到这个台南小吃，所以住你们饭店。有非常多的顾客呢。其实过去呢，我们一直推广我们早餐嘛，对吗？所以其实很多顾客都说，我们是闻名而来哦，你们曾经得到很多的奖项，所以呢，这次我们刚好有机会来台南旅游，我们最主要
就是想要过来吃你们的早餐。对，所以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对，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其实啊，就是说这一次醉月楼的部分也有推出一些优惠要给大家，对不对？基本上在我们餐厅的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以振兴3倍券来讲的话，我们以1000元的消费呢，就可以振兴3倍券来付款。我们就会多挣300元，也就是说用1000元可以在我们的餐厅消费到1300。1300是这样很划算呢。没错。那在大堂酒廊的部分还有品香坊，就是以1000元的振兴3倍券呢，就可以消费呢1200元。对。哇，那当然这些活动都会每一个时间点去做更新，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还是保留一些新鲜感，因为我们的3倍券是一直可以用到年底。对，所以就是说，大家用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说，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对，最新的优惠是什么？对，用起来就可以把这个振兴3倍券用成这个好几倍、更多倍的券的。是，好，一定要就是想到说，我这个券一定要用在这个最优惠的东西上面。对，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其实每一个季节就会不停的推出新的，就是请各位观众也敬请期待。对，我想就是说你们饭店就是一直在推陈出新，所以就是真的非常的棒。大家会不会想说，我每次来住这些饭店都一样，吃的菜也都一样，但是到你们这里就是说，哇，真的很新鲜每次都有不一样的点子。那这样吃到的话，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来这边进驻了。而且我们知道说，最近你们也是有打造了一个很棒的景观，对不对？让大家可以现在不能出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棒的世界的美景，还可以拍照呢？是没错因为如果说主持人去过我们饭店，对不对？有，对。其实我们饭店中间是一个挑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建筑，中间是挑空哈。那它这个我们的中央景观的这个感觉呢，就很像是在我们苏黎世大学这个著名的公立的图书馆。哇，很漂亮。它的感觉是非常的相近。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室外游泳池呢，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卖点。那我们是全台湾唯一的新型游泳池，就是以爱心的一个形状。在白天看的时候很漂亮，在夜晚的时候看还更美。对，那它比就是它就是比照着很像是我们的斐济新型岛屿的一个造型，它的相似度也非常高。所以说，其实不用到斐济去打卡，到我们台南远东饭店来打卡就可以了。对，那接着呢就是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成功大学，对吧？那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国泰榕园，那里面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大榕树，对不对？好，它就好像是比照我们苏格兰的一个罗宾树，所以它的相似度也是非常高。对，哇！所以也就是说，这段疫情期间不能出国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台南，那来到我们饭店，会有很多世界级的景点可以让你去做打卡的动作。对，哇！所以其实你们各位在这3位主厨啊，在你们这个饭店里面服务都蛮久了嘛那其实我想要听一下，就是说你们对于你们饭店就是一直培养你们，是不是在你们的工作方面一定要不断的创新，对不对？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激发你们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灵感呢？来，主厨的部分，自己的要求是像我是那个主厨的话呢，我是不停止的。我是，假如说一天有48个钟头，我也是会用到完。用到完都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你的菜。创新要求，跟员工一直要求这些东西也是要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有这些要求。就是说我们做的东西，往往不要去跟人家一样。这就是说推动。有些时候像有些员工来说，这个师傅这怎样啊，那个怎样啊，我说没关系的，先做到学了之后进去你的脑子里面，我们就拿不出来了。这往往就是在你的口袋，在你的脑了。是要就是说一直在创新，要这些话我跟我的员工讲呢，每次也是对我自己在讲，不能停，因为一停下去的话，我们后面就人家赶上来了。对，我们就是不能停的，一直在创新，要自己的满足感，一直在看像顾客的笑容，大家也开心。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一个餐厅最贵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材料，一个餐厅最贵的就是空椅子。也就是说呢，我们怎样来把这空椅子全部有人，这是最要紧的。
就是说呢，一直在推。假如一个空椅子问他，为什么不给他满啊？就是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啊，是不是人家不喜欢我们呐？人家忘记了我们呐？要就是一直在要换了咯。这就是我的推我自己的做法。哇，所以我们知道他成功的原因，真的，他说有48个小时就全部用在怎么去创新了。然后另外就是说，他自己真的觉得说，我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因为如果我不进步，别人就超越我。对。哇，难怪你都可以这个保持在这个这么棒的宝座上了哈。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中餐主厨。像我就是会跟同业啊，然后去同业去交流，是，然后就是你休假的时候就会吃不同的菜系的菜，然后激发那个灵感，因为有时候同一个菜系的东西，你就做的东西都会差不多，那你去跟不同菜系的东西一吃，它就是有点不同的想法，那就会激发你要做菜的那个心的那个灵感就对，灵感就会跑出来。要不然你有时候都一样的菜系在做，就会比较都同类似的，所以都去吃不同菜系，跟外面的师都在，就是平常都会在交流。会交流，对，哇，对，不断的交流，这样子可以进步了哈。而且就是工作之余还是吃，好羡慕。但是他的吃呢，是为了让自己更进步了哈。好，那我们那个西点主厨呢？我是比较就是会定期的出国。像我通常1年会出国个6次左右，去法国、日本或意大利，所以今年不能出国，有点空虚。所以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其实他们在这个西点面包方面还是比较应该是说都会有新的技术，他们的技术比较新。对，所以我不太喜欢局限，就是我可能当上主厨了，然后我就不用再学了。可是并不是，因为新的技术1年是1年的多，而且原物料也会1年比1年出新的东西出来。那当然。那时候流行的甜点是怎么样，也会，因为毕竟甜点还是由法国跟日本出来的嘛，所以他们还是走在比较前端，基本上还是要多去看看。所以我是定期1年都大概出国5、6次，每年都出国。对，今年没有出国。但是去年有去意大利啊，对不对？去年去参加巧克力的比赛，去法国、意大利、日本都有。那去意大利是参加世界巧克力大赛。对，那比赛还是有得奖，哇，台湾之光，对，是，哇，你们饭店好多的台湾之光，非常的棒，是，好，那我们今天既然呢，请到我的总经理还有3位主厨，那3位主厨来这里，当然不能只是讲一讲就算了啊，我们呢一定要请他教我们观众朋友怎么做菜，然后做给大家看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做菜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做吧。5星饭店名厨美食，现在我们来到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首先呢，我们要来拜师学艺的师傅是来自马来西亚美食之都槟城的行政总厨黄义仁，欢迎阿仁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来示范给大家的就是海鲜沙拉佐百香果酱。之前我们从我们的料配起，这是干贝，这些已经烫好的干贝、鲑鱼、大虾，要神经的菇类、菌类，胡萝卜、洋葱，要香菜。今天这道菜我是用这个我的方言我叫 get 辣，这是金桔。假如是观众喜欢要用这个绿色的，还是这个黄色的莱姆也是可以用。真正的主角呢，就是这个百香果。辣椒方面呢，要红色的辣椒。如果喜欢辣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找点这个小的朝天椒也可以。最后香菜是一定要有哦。我现在都开始示范了，这些鱼露就放进去，糖、蒜末、盐巴，然后我就在这碗里面就先把这个东西搅好先。给它均匀之后呢，就开始放这个海鲜进去了。
所以我又在开始又在把它都在拌。啊，这就是我们的百香果，新鲜的百香果。要辣椒是看各位的喜欢，我本人就比较喜欢吃辣的，就放多点。要香菜碎。薄荷叶，那好了，就开始端上盘上面。这是阿仁师送给大家的百香果海鲜沙拉。这道菜可以在家自己做，要不就来香格里拉找我。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有一间全台南市最高的景观中餐厅醉月楼，这里呢可以360度的俯瞰全台南市最美的风景。那这里的掌门人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许忠贤阿贤师。首先，我们将鱼切片，切成像菊花一样的鲈鱼条，它这样炸起来，它会像菊花一样开花。我们起个油锅，然后将鱼肉沾粉，一定要沾均匀，那肉不要粘着，这样炸起来它不会粘在一起。油温要到160左右，然后炸的时候要把它摊开，
它温度要够，它炸起来它会软软的，它还会有那个酥脆感。因为它鱼肉很细，你不能油一定要够热。炸到1分钟左右，它就熟了。然后现在我们来炒那个酱料。首先放入我们用艾文嚼的芒果汁下去。然后放点水，还有糖，跟醋，然后少许的盐巴。是放盐巴的意思，就让它糖跟醋的，就是会比较凸显出来。然后我们勾点薄芡，然后再放入彩椒，放完之后，我们最后再放芒果，因为芒果它是熟的，我们是要取它的一点香味，所以也不能太熟。在要起锅的时候放进芒果丁下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它的酱汁就完成了。好，首先我们将炸好的鱼把它摆上去，然后打上我们做好的芒果芡汁在上面。然后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道芒果菊花鱼。首先我们选这个五花肉，我们要选一些比较少油的，就是它的肉跟肥肉是很均匀的，就不要太肥的肉。然后我们把它切成3乘3公分的宽度。然后将我们的葱稍微拍打一下，让它的味道比较容易释出来。还有一些姜片，把它切成片状。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肉下油锅炒。首先我们将五花肉先稍微汆烫一下。汆烫它就会肉也比较新鲜，把它血水汆烫掉。然后摆一点油，像我把我们葱姜下去炒香，
然后把我们的肉下去一起煸炒。煸炒完的时候，下我们的绍兴酒，然后下我们的酱油，还有老抽，还有糖，再下是煸炒，让它上色。上色完之后，我们加入水，然后加入一点胡椒粉，然后小火煨煮到1个小时。迄落，手指给它可以再搬，迄落，迄个。带夹包，那1个小时后，它的汁就慢慢浓缩。这不能勾芡，就是要让它的原汁去把它的肉把它烧连起来。烧好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油亮的感觉。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道菜上海红烧肉。芒果缤纷、菊花鱼，还有红烧肉，这是阿贤师送给观众朋友的功夫料理。我在这里等你哦。世界巧克力大赛的获奖巧克力，现在在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也可以买得到哦。因为这些获奖的巧克力是由市长颁发台南之光，应该说是台湾之光的秦南西点主厨许玉兴所制作。我们先来欢迎阿贤师。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爱文芒果凤梨酥的部分。那首先就是必须要有爱文芒果的果干跟凤梨所做成的一个馅。那每一个馅大概是24克左右。那还有法国面粉、鸡蛋、奶粉、cheese 粉以及糖粉，纯的糖粉哦，是不含玉米粉的糖粉。这边是法国的发酵奶油。那凤梨酥的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准备一个搅拌缸，把所有的干性材料，把面粉跟奶粉，还有cheese粉，以及糖粉，还有奶油，就加进去搅拌缸里面。OK， 那我们用桨状的那个搅拌。
开慢速，让它先混合。鸡蛋先不要加进去，因为如果你鸡蛋加进去，让它快速成团的话，它很容易就出筋。出筋的话，你的凤梨酥就不会酥。所以你必须要让奶油跟所有的干性材料先让它彻底的混合，再去加它鸡蛋，让它成团。OK， 让它混合成这样子的沙粒状，很像酥菠萝这样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加鸡蛋。OK， 让它搅拌成团。那我们的那个凤梨酥的皮就完成了。每一颗的凤梨酥，它的皮是26克，26克的凤梨酥皮，把它滚圆，滚圆之后把它摊开，用大拇指去把它压开，压开之后再把我们的爱文芒果馅，还有凤梨馅，把它一起包覆在里面，然后再把它滚圆。那第二颗也是一样，先把它滚圆之后，用大拇指把它摊开，摊开之后再把爱文凤梨馅把它包进去，然后把它口要收好，滚圆。完成之后，我们会有凤梨酥的模型，那就是把它放进去里面之后，把它压平，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去烤箱。那我们就用180度的烤箱进去，那烤了15分钟之后，我们就把那个模型整个翻面，然后再烤大概10分钟就完成了。这是阿青师送给大家的爱文芒果凤梨酥。想吃吗？我在品相房等你。哇，看完我们3位大厨哦，这么棒的这个精致的料理哦，然后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学会了呢？在家自己动手做做看哦，这5星级料理哦，真不是盖的。好，那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的4位来宾到节目当中哦。那最后是不是总经理呢，也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哦，来讲一下说，是不是请他们可以到你们饭店呢，来参观一下你们的用心呢？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那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主厨，我们所有的同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我们的新菜品。谢谢，谢谢总经理。好，那我们行政主厨，我在餐厅里面等你们过来尝尝我的新的菜。很好。来，中餐主厨。然后38楼风景非常漂亮哦，然后我们的菜色也很美哦，现在就要搭配现在的当季的菜哦。很好。来，我们西点主厨。饭店跟民众是没有任何距离的，所以欢迎你来1楼的品香房，来尝尝我们的蛋糕跟面包。好，今天非常感谢4位贵宾到节目当中，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是米先生节目的底下各级段了，我们再会。